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出埃及记第19章第7节到25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主的赐福，主的怜悯，主的恩典，主的拯救，都是在说明一件事，就是人的能力并不足，只有上帝能够成就上帝自己的作为。许多的事情并不是出自于人们的要求，而是上主主动的作为，那是上帝的拯救。我们看到摩西在五经当中的出埃及记的一个记载，就是出埃及记第19章第7节到25节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于是摩西下山，召集人民的领袖，把上主命令他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他们。以色列人民一致的说，我们要遵照上主的话做。摩西就把他们的话回复给上主。上主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当中来降临，来找你，使我的子民听到我和你的谈话，从此都相信你。摩西把以色列人的话回复了上主。上主对他说，你去告诉人民，今天和明天他们要洁净自己，他们要洗涤衣服，到后天一切准备好，那一天我要降临在西乃山，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我。你要在山的四周画界线，告诉人民不可越过，也不可上山或接近这山。凡踏上这山的人，就必须处死，或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死。无论谁都不准碰他的尸首，人和牲畜都要遵守。凡违犯的都必须处死，一切的直到号角响起的时候，人民才可以上山。摩西下山吩咐人民，要他们洁净自己，准备敬拜。于是他们洗涤衣服，摩西告诉他们，到后天一切都要准备好，同时不可亲近女人。第3天早晨，雷电交加，一朵密云在山上出现，号角声大响，营里的人民都听到了，都发抖了。摩西率领他们出帐篷来朝见上帝，他们都站在山脚下，整个西奈山被笼罩在烟雾当中，因为上主在火中降临。这烟像是窑里冒出来的浓烟，全体人民猛烈战斗。这时号角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来回答他。上主降临在西奈山上，召摩西上山，摩西就上山去。上主对他说，你下去警告人民，不可超越界限来看我，否则会有许多人死亡，就连祭司也必须先洁净自己，才能够走近我，否则我要惩罚他们。摩西对上主说，你的子民不能上来，
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要以这山为神圣，并且在山边立了界限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下去，把亚伦带上来，但祭司和人民不可以越过界限到我这里，否则我会惩罚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山，回到人民那里，把上主的话告诉他们。上帝的拯救需要搭配人的敬虔，需要人们愿意走上他的道路，遵从他的旨意。上帝的拯救是一个奇妙的作为，就人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奇妙的作为，是伟大的作为。希伯来书称之为伟大的拯救。希伯来书2章第1节到第4节这样说到，标题就是伟大的拯救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，免得被潮流冲走。天使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证实都有效力，所有不遵从这信息的人已经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伟大的拯救，怎么能够逃避惩罚呢？主本身首先警告了我们，这拯救，宣告了这拯救。那些听见的人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。同时，上帝用自己的异能奇事和各样的神迹来加强他们的见证。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，把圣灵的恩赐分给了我们。这是希伯来书提醒基督徒应当更加坚定所听到的真理，免得在遇到试探的时候就被冲走了，被潮流给冲走了，敬拜了偶像，得罪了上帝。也就如同施洗约翰对那一些来接受洗礼的犹太人所说的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要求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啊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实你们已经悔改。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掉，丢在火里。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，表示你们已经悔改。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，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比我伟大多了。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。他手里拿着本机，要洁净谷物，要把麦子收进仓库。至于糠秕，他要用永不熄灭的火来灭掉。千万不要以为上帝的拯救是无价的，是白白的得来，就轻易的选择离经叛道。基督徒应当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和道路，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。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上主和他选立的王。上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脚下。上主要从锡安伸展你的王权，他说：你要管辖你的仇敌。你跟仇敌作战的时候，你的人民会自远从军。你的年轻人要像清晨的甘露，
要到圣山来救你。上主发誓绝不改变心意，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祭司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的爱主，跟随主的旨意，使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走到正道上来领受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